顶礼拜在选立法院长，民众党的立委陈昭珠因为选票去绑定印色，会议的主席郭建民是判定讲这票无效。陈昭珠是表示讲伊的人生无做过这回事，嘛强调讲党主席郭文德、有黄珊珊哦拢相信伊。民众党早起召开中评会来讨论，决定讲要停止陈昭珠中央委员的职权2个月。民众党立委陈昭珠今日去党中央。 要甲中评会开会报告，你从2月初1国会正副议长选举的时阵，因为手去告到印尼，印着选票，方认定投出无效票引起的风波。我的人生没有作假这件事情，我的人生据点只有诚实以对。柯主席相信我，包括我所谓的苦主珊珊，他从头到尾就是相信我的，因为他们跟我相处也有好一段时间了。陈昭珠早起去党团开会进前受访强调讲，迄天投票是无心之过，强调以负责任的态度，迄天就先主动甲干事长辞掉。 伊人生无做过这件代志，敢若有老实来面对。嘛强调党主席郭文德甲黄珊珊拢相信伊。今天等一下的中评会可能会对陈昭珠有什么样的指示？中评会是独立单位，所有指示哇。民众党中评会嘛针对这件代志召开会议，结果早起出来停止中央委员职权2个月，即时生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